喺2014年嘅施政報告，政府公布預留10億活化已修復堆填區，資助非牟利機構發展康樂設施或者創新用途。當局原定喺15年8月完成首輪評審工作，但係我哋發現環保署將計劃嘅截止申請日期改為今年4月，所收到嘅27份申請，建議用途包括康樂、社區服務等等。署方現時仍然未完成首輪審批工作，較預期滯後至少15個月。而負責審批嘅督導委員會，有消息人士指，今屆委員上任至今超過半年，仍然未舉行過會議，亦都未知幾時會開會。我哋到過計劃中嘅場地外圍視察，其中喺馬油塘中堆填區外圍有鐵絲網被剪去，有市民違法闖入喺入面影相同遊走。點解你會走入嚟呢？因為我中意影蝴蝶啊嘛，入邊呢度比較少人行呢，好多蝴蝶俾人跌飛㗎。即係成日都會嚟嘅。差唔多1個禮拜嚟2次啊。而屯門望后石谷用地就只有一條巴士路線前往，落車之後要步行半個鐘先可以到達。有環保團體曾經到場視察，考慮申請呢一度作為營地以及水耕種植，但係因為位置偏僻同路段崎嶇而放棄。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黃澤恩指出，一般招標工程可以喺半年至9個月完成，對計劃至今仍然未完成首輪審批感到詫異。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環保署做嘢慢條斯理，估計市民至少要等5年先可以受惠，促請署方盡快推行計劃。環保署發言人話，需時整理以及評估收到嘅申請資料，同時希望先就收到嘅用途建議諮詢相關區議會，所以評審嘅過程需時較長。督導委員會期望喺明年初完成第一輪評審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